虽然这落着大雨，也毋过台湾复兴宫庙正殿后壁2个西仔口吐水，就亲像是水枪同款，相当神奇。原来是透过关基叉，把水流到排水口，是庙宇建筑的美学呈现。古早人的智慧吼，伊就把这个水泽吼，甲做一个美化。水量的时阵较大的时吼，伊就会顺这个水泽吼来做一个宣泄出来。日前风台加上好，同款作为固定古迹的三山国王庙，监视器煞翕到大殿内底的涂骹即饮水，甚至牛条嘛伫漏水。另外，四殿武庙是互人翕到正殿讲道顶悬菜龟排水桶才漏水，连其他拜殿、厅堂嘛是同款的状况。水槽无好，歹去，歹去都会流。你无看这路面桶啊。淋了，迄阵都看几档啊个，无法度，伊这施作文化部要停事来，有停事才当做啊。要求较紧的，速度较紧的，能够伫拖安尼。要到迄个天高去哩，即摆教授讲袂使，讲安尼破坏古迹啊。三山国庙要增设天沟的计划，在今年6月的时候已经有送去给那个文化部那边审查。中央在针对这个文字审查的制度上，应该要再纳入一些天气、气候的因素，排水系统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，不应该把它减项掉。议员呼吁文化部应该要赶紧检讨修复古迹的相关规定，未来古迹工程嘛应该要兼顾历史保存甲现实机能。市府作为委托工程办理单位，要甲文化部合作进行灾后评估甲修缮，避免互地方信用中心阁受损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